威文今日會介紹大學山洋景閣一個實面積451尺兩房加儲物房嘅單位，我哋大家一齊嚟睇睇。屋苑依山而建，周邊有唔少綠化地帶，兩旁分別為香港中文大學校舍及香港教育大學運動中心。單位裝修以杏色為主色，加上一對米奇老鼠公仔，完全洋溢一個愛心家居。客廳坐向西南，望到內園池景，遠望亦有山景，喺露台亦感受到陣陣涼風，景觀感覺令人舒適。屋苑主攻中小型單位，間隔涵蓋開放式至4房。單位除咗受教職員歡迎之外，亦吸引到唔少就職於科學園嘅專業人士垂青。住客會所提供逾40項設施，包括室內外泳池、兒童遊樂區、健身室及餐廳等等。浴室設有適量嘅儲物櫃，亦有玻璃鏡櫃。採用淋浴間，亦都方便打理。屋苑設有大面積嘅空中花園及園林區，令住客更融合白石角得天獨厚嘅大自然環境之中。睡房現時係業主嘅書房，喺清靜嘅環境下，洋溢陣陣書卷氣息。有興趣可以去附近嘅海濱長廊，一邊跑下步，欣賞海景，都係舒緩日常工作壓力嘅方法。屋苑自設購物商場，提供日式超市、食肆、各式商店，滿足日常生活所需。主人房有6.5平方米，方正實用。附近嘅創新路提供不同嘅巴士路線，前往灣仔、觀塘、旺角、沙田及大學鐵路站等等。介紹完畢。